感谢童某今年年纪的指导，带领我们平安顺利的完成年纪纪念会，向您敬礼。各位今年跟上短短3天的丰年祭，一下子就过了。相信今年丰年祭的所有主灵都看到了，我们的精神也震撼到主灵的心灵。我相信主灵一定会保佑大家，我们的精神像这个火一样永不熄灭，能够继续到明年，秉持这个精神，我们更加的团结努力，有信心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
Hallelujah.